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收入与养老，中国居民收入与养老金现状是这一期咱们聊的话题。这个里面可能有很多数字，但是这数字都是参考，大家只知道是一个意思就行。在步入2026年的今天，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民的财富积累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另一方面呢，迅速推进的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以及数字经济，尤其是 AI 技术的爆发，对传统的收入分配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个咱们在节目里面谈的比较多。K 型的发展的两条腿是吧？一个是朝上，一个朝下。关键是朝上那条腿，它现在还不能说带领朝下那条腿，反而还要吸朝下那条腿的血。这个在红绿市场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深入剖析中国居民的钱袋子与养老钱，不仅需要理清国内不同地区、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梯度分化，更需要将中国置于全球视野之下，也就是要跟美西方，要跟日本、韩国，要跟印度要比一比。印度也是14亿多人口，他们什么情况？日益没落的美西方，还有美西方的跟腿，这个日韩又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看一看。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感同身受，叫衡量一个国家老百姓的富裕程度，你不能光看这个宏观，不能光看 GDP 增速，你不能光听这个维维老师说的。你的存折上，你的口袋里虽然不多，但是你的大部分都在什么大好河山，那都是你的。美国人虽然存折上有点钱，但是大江大河、大好河山跟他都没有关系。但是维维老师他就没解释为什么跟他没关系。那美国人去玩看不要钱，跟他没关系，他就看不要钱。但是咱这大好河山都是咱的，咱看还得花钱。就维维老师这一点他也不说清楚。就好比存折，你的存折你看一眼，每次还交2块钱。不多是吧？每次交，你说上哪儿说理去？所以说，不光就是要看 GDP 的增速，就是宏观的，更要看真金白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是可支配收入也有一个花招，老说平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平均就麻烦了，因为马云他每年收入都在增长，我去年是1万一个月，今年是7000一个月，在下降。但是跟马云一平均之后，平均的是在涨了，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也在降，你说这是闹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体感不好。但是宏观数字，咱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每年都在涨。所以说，在统计学和实际体感之间，往往存在着微妙的温差。这个温差，咱们经常说的，宏观是一片向好，但是微观具体到个人冷暖自知。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叫平均数与中位数。根据近10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与中位数呈现出一种令人瞩目的分化走势。如果说平均数和中位数两个人是平行的，对吧？你涨我也涨，你跌我也跌，是这种同步，那这个还能解释。但是如果说平均数和中位数它分化，平均数是往上涨，中位数它不动，或者是平均数往上涨，中位数还往下降，那这个一定是哪儿出问题了。所以我们来看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与中位数呈现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分化走势。中位数大家都知道是代表全国收入排位正中间人群的实际水平，也就是简单理解，中位数以下就占这个中位数一半，咱们一半的人口是在这个线以下，一半的人口在这个线以上，那叫中位数。那这个就比较贴合是吧？普通家庭真实的体感指标。而平均值则容易受到头部高收入群体的拉动。以后 K 型发展那条腿发展的快，它个别人收入越来越多，对吧？巨富的科技新贵。但是 K 型发展那条腿往下的出来的人多，有的时候你平均值一除，你发现收入还涨了，但是体感不好的人在增加，比重持续下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从2015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中位数数据以来，11年前发布中位数数据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占平均值的比重呈现出清晰的下行趋势。按理来说，这个比值是个固定的才比较好，是吧？但是它是这个比值在往下走，
2015年该比重为 87.8%， 而到了2025年，这一比重回落到 83.5%， 差距逐年拉大。仅2025年这一年，中位数与平均值的差距就拉大了 0.5个百分点。这说明代表大众水平的中间收入群体，其收入增长速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未能赶上整体平均收入的上涨节奏。也就是说，中位数的比重下降，用中位数除平均数，那比值在下降，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代表咱们有一半的人，我们的这个收入赶不上这个平均值的涨幅，或者我们再通俗一点，就是我们一半的人的收入下降，这个降幅要比他头部那些人他的收入增长要大，应该这么理解。这种现象底层逻辑在于我国居民收入长期的右偏分布结构。什么叫右偏分布呢？就是顶层群体如高端制造、人工智能、金融、互联网等高新赛道的核心管理层如资产持有者，财富增长极为迅速，贡献了巨大的收入增量，从而迅速拉高了平均值。但对于基数庞大的中间及中低收入群体而言，他们分得的增收红利相对有限，导致中位数增长长期落后。这个我举个例子嘛，就像环球时报说的，咱们很多人爱好送外卖，爱好开网约车，因为你爱好的人多了，你看现在是不是送外卖、开网约车，他的收入反而在降，他的工作时长在增加，他的工作量在增加，但是他每天的收入是不是在下降？实际上这些是纯正。你想3.2亿灵活就业者，这里面大部分收入是在下降的，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可是不是又在涨？谁帮我们涨了？是 K 型发展的那条腿，科技新贵。这是我们中位数收入这一块。我们再看这个人均个税，从这个可以看出每个省，我们分省看每个省的一个情况。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对居民工资、股权分红、劳务报酬等征收的税种，是衡量一个地区白领密度和真实富裕程度的硬指标。就是有一点大家不用怀疑，如果那个地方交个人所得税的人越多，就密度比例，就是你交个人所得税和不交个人所得税的比例，那个地方如果比例越高，说明那个地方越发达。有钱人多吗？年轻人适合去那儿打工，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那个地方根本的交个人所得税的比重非常低，那就说明那地方没有高收入的，没有高收入你跑去干啥？所以说这数字就能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那么就是白领密度，以全国个税总收入14766亿元，人均个税1049元为基准线。这是人均，这是全国，应该是这么算。全国总的个税，全国除以全国总的人口，那不就人均个税一年交这么多？那以均线就是1049为基准线，将全国31个省份划为鲜明的4个梯队。哪4个梯队？第一组双高梯队。什么叫双高梯队？就是总量多，人均高，叫双高。那是哪几个？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你看就不用说了，这些地方一定是年轻人打工找工作愿意去的地方。你不去这些地方去哪儿？这第一梯队是真正的富裕地区。上海人均个税是9712元，全国排第一。北京紧随其后是8935元。这5个省市吸纳了全国绝大部分金融、互联网和总部经济，是老百姓最能享受发展红利的区域。那第二组那就差一点了，叫大而不强。什么叫大而不强？它总量很高，个税收的不少，但是人均低，也就是这种高薪的少呗。山东和四川，山东个税总量排全国第6，但人均只有591元。这类地方呈现产业基数大、小老板少、普通务工者多的特征，人均财富被庞大的人口稀释。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的，叫隐形富豪。这地区什么？就是总量很低，但是人均比较高。什么地方？西藏。这天津、海南由于受这个政策，如自贸港政策这红利，个税人均个税超越不少经济大省。而西藏是因为特殊原因，人均交的个税高。但是这些地方怎么说？因为它总量低，虽然人均相对较高，但是它比第一梯队要低。北京、上海都是9000，你这地方才1000多啊。虽然排名还可以，但是跟北京、上海没得比。江苏，实际上这个隐形富豪指的什么地方？这地方是指体制内还可以，你的体制内相对来说比在外面，比这些地方在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强。
就这么个理解。那么双低梯队什么意思？就那地方总量也低，人均也低，那都是人口流出的地方，你肯定不能在那儿待着。哪些地方？陕西、内蒙古、重庆、东北3省、河南、甘肃、广西，就是剩下的21个省，剩下的都是内部差距也很大。就这些地方实际上内部差距也比较大。你比如重庆、福建，肯定比其他地方要好，但是你这地方重庆、福建跟江浙那还是差得远。好，就这些东西，实际上从个人所得税总量和人均，你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上海你要往那儿扎？还不因为在那儿你要找个工作，那比别的地方收入高一些吗？就这点事，这叫红利。那浙江、广东、江苏也不错。说来说去是长三角、珠三角，北京是一个例外。那这种收入，我们跟国际对比，与全球主要国家对比，中国的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大国的特征。跟日益没落的美国相比，美国的收入分布同样呈现高度右偏，甚至极化现象更严重。前1%的群体掌握了极高比例的财富。这个举个例子，大家知道了。马斯克最疯狂的时候，1万亿美元，你看他一个人就1万亿美元，是吧？所以说，确实，你看美国，尤其是现在硅基，是吧？人工智能、算力，它会让这个财富急剧向个别人集中。但是美国跟咱们不一样的地方是，美国有庞大的以白领为主的传统的中产阶级，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高。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扩大，但底部的长尾依然很长。实际上我们遇到的是中产在返贫，很多北京、上海所谓一线城市的这些中产，他就买了一套房，本来他每年收入50万，家庭收入这都不错的。其实家庭收入50万人民币，搁在美国也算中产，没毛病，是吧？美国你家庭收入10万美元的就可以算中产吧，10万美元，我大概估计，反正在中国你家庭年收入50万人民币，那肯定妥妥算中产。但问题是，这些人买了一套房，房子在最高点被套住了，他一年50万的收入顶不住他房子贬值的速度，最后万一他一失业，好了，这中产的梦就破了，很多中产就变成伪中产，就返贫。你只要一失业，你不失业还能扛得住，只要一失业，那中产马上就泡沫就破裂，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返贫。你看现在不仅是小米、美团，是吧，都在裁员，这下半年大家能看得到的。都在优化，那一裁，这不都是回家？那30多岁的人一回家，基本上找不到工作了。那40你就更别想了，是吧？那你还怎么中产？这些，比如说30岁在小米上班，或者在互联网大厂上班的30岁的人，应该算中产了。他一个人收入恐怕一年就得30万至少吧，40万。30岁了，30多岁了，比如说35岁，你工资怎么得3万了？再加上媳妇的，对不对？或者是老公的。但是你一旦失业，马上就返贫，这就没有任何的缓冲，对不对？这是收入这块。那我们再看养老金这块，话题也比较敏感，我们试着聊一聊。实际上，养老金是社会运转的稳定器。随着老龄化加速，中国正在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退休潮。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年底，我国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合计已经达到3.28亿人。大家记住了，咱们14亿人。已经有3.28亿人开始领养老金了，比2023年大幅增加了1314万，1314啊！这一规模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我们每年多出来领养老金的人，这个人口总数1000多万，这比得上很多欧洲发达国家人口，怎么扛得住啊？然而，在这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2大养老金保障体系的并存。你不要看我们3.28亿人，待会儿你一看就知道了，二者在筹资和待遇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首先，第一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024年年底，城镇职工离退休人员达到了14739万人，就是1.47亿，当年就新增，2024年就新增543万。这叫城镇职工离退休人员，人均月领取养老金3825元，人均月缴养老金为1609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那这个城镇职工离退休人员谁？比如说是胡鑫老师属于城镇离退休人员，这个已经接近1.5亿，但是这个人均是养老金是3825。
胡锦老师好像得2万得有，也是低的低。那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谁呢？正在领取待遇的离退休人员达到了18039万元，就是1.8亿人，当年新增771万。然而人均月领取养老金仅为246元。你看，也就是这个城镇职工的养老金的平均数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平均数的15倍，大概这样的，我估算一下，15倍，差距太大。而且什么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这就比如王国散人他爸就是这种，还有农村地区啊，那老人还有城镇居民是没交过养老保险的，他退休，他就按这个居民，那就是1000块钱或者1000多这么一个搞法。最近2年，乡村居民正在密集进入退休期。虽然城乡居民养老金也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每月246元的水平主要起到基本的补贴作用。乡村老人的养老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庭房补和务农微薄收入。这个实际上为什么246是农村的老人和城里面那些不是职工，他以前就没有正经上过班，或者上了班也没交这种。好，把这2种人加到一起，平均是246。实际上中国农村呢，如果光把农民放60岁以上农民养老金往去一放，那就恐怕更低了。因为安徽的，我记得我们这儿农民60多岁以上的，好像这150，大概现在加了20，恐怕160，大概这样的，反正上下差不了多少，也就100多块钱。所以有专家不是呼吁要第一步先搞到300嘛，搞到600是吧？或者搞到300，就过2年再搞到600，但是没钱，但是你拿了100多，你也算是3.28亿中间的一份子，算是给你钱了，但这个钱也只能是补贴是吧？买点酱油，买点醋，这就是我们那个大账，大家就记住了这数啊，就是人口净增与出生潮的滞后对冲，这是矛盾了。从人口学角度看，2024年中国65岁以上及人口数达到了2.2亿，占总人口比例提高至15.6%，而60岁以上的人口更是高达3.1亿人，占比达到22%。我有一次做节目，我说有几亿老人，下面好像有人留言说我张口就来，你看数据从这儿来了，60岁以上的人3.1亿，3.1亿不叫几亿吗？如果你非说70岁才叫老人，那70岁以上呢也有2点几亿。按时间推算，2024年满65岁的人群大致出生于1959年。历史数据显示，195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655万人，而2024年65岁以上的人口净增数与当年出生人口之间存在着高达1318万的差额。这种人口进出的非均衡状态，意味着我国养老金给付压力在未来10到15年内都处于峰值区间，就是养老的人多，而那个上班的人少。那同样是交了一辈子社保，在不同的省份退休，拿到手的养老金金额、回报率，那也是天差地别。都是交养老保险，你看你在哪儿交，不同的地方交回报还不一样。第一个，这养老金的地域现象，领取额与性价比的剪刀差。如果将人均养老金领取额全国平均值，全国平均是人均养老金领取额是4.59万元，与性价比就是人均领取额比上人均缴纳额，人均缴纳额全国的均值是2.38，记住了，全国平均值人均领取除上个人均缴纳，全国均值是2.38。那你如果比2.38大的，那你不就占便宜吗？比2.38小的，你那地方是不是就吃点亏？就这意思啊。31个省份，那给他做了一个画像，那这就一目了然了。领得多性价比高叫双赢区，领的又多性价比越高，退休金领的还多，那个叫什么？那叫性价比人均领取额除上个人均缴纳额，这个比值还高的，那就是你就双赢。哪些地方？西藏、北京、广东、山东等13个地方。西藏人均领取是13.15万元，全国第一，性价比高达 3.37%， 因在职与退休抚养比高达5比1，59万在职养12万退休。大家知道养老金不就是对吧？你现在上班养那些退休的嘛，你上班的现收现付嘛，你上班的交，退休的领。那西藏现在是59万人在交，12万人在领，
且工作环境艰苦，享有高计发标准，也就是在战区，所以说嘛各种补贴多一些，所以说他就占便宜。那北京、广东这两个是最高的。北京依靠高工资基数与充足的缴费，北京是1587万人在交钱，我就是其中之一。352万人退休，1587万人交，352万人领，那就是胡一金老师在领，我教胡一金老师在领。你想想，我这5、6个像我这样人教不行，5、6个可能够呛，还得多一点才能填得饱胡一金老师。这不一点都不夸张，是吧？我在努力做节目，这个网购散人还得努力的搬运，是吧？我这是在给胡一金老师做贡献，我不努力，胡一金老师吃什么，是吧？那网购散人在这瞎胡闹，在这搬运犯法，我这在为胡一金老师在打工干活。胡一金老师现在能够天天晚上去看广场舞，是吧？这到这瞎溜达，那都是因为我在这辛勤工作。当然了，也7、8个像我这样的人。那广东是全国年轻劳动力的天堂，广东更好，它是4564万人在职，养909万退休，抚养比达到5比1，资金池极为宽裕。广东工资领的就是退休金领得多，但是性价比低。你以前交的也多啊，你现在领得多那是应该的。性价比低的地方是哪儿？上海和天津。上海人均领取高达6.99万元，全国排第3，但性价比仅1.84，全国倒数第4。上海由于老龄化深重，接近2个人养1个退休的。上海更惨了啊，2个养1个退休的。职工在职时缴纳的基数极高，导致从制度上占便宜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你现在的2个人养1个，你现在人交，那1个人领。幸好胡一金老师不在上海，他在上海的，我这人这10个人养他才够。但是上海是2个人养1个人，那就更狠了。那对那2个人是不是就多收？你就多交，你因为只有2个人养1个啊。那胡一金老师在上海，像我这样的2个人养的，那就完了。那我这一天做10几个节目啊，要不然养不起他。那网购散人那一天得搬多少个？搬运的偷是不是？领得少，性价比高，低投入高回报，这是有8个地方，记住了，领得少。性价比高，性价比高不代表你绝对数高，只是性价比高，就是你投的少，领得多，但是这个多也只是性价比。那福建性价比达到了4.8，那是全国第1。根本原因在于其人均缴纳额仅0.95万元，全国最低，但领取额是4.54万元，接近全国均值，属于典型的少交钱没少领。福建是最幸福，你平均领4.54万一年，但是你只交了9500。河南性价比是3.1比1，拥有这个良好的抚养比，但绝对金额不高，但相对于当地低廉的缴费，对普通人来说算得上划算。也就是在河南，如果你是低收入人在河南交，那应该是合算的。低收入的，因为你交的也少，但是你相对来说产出还多一点，也比上海就强多了。领得少，性价比低的地方，那这地方就比较惨了，对不对？领的又少，完了你交的还多，性价比差。哪些地方？内蒙古、四川、成都、东三省抚养比极度恶化。黑龙江在职是841万，退休高达702万。黑龙江就相当于在职的和退休的已经快接近了，那就1个养1个啊，就这种概念，接近1个养1个了。那你说你交的人不可能无限高，那领的人那只能合着那1个人，那合着胡一金老师要在东北是不是？那我1个人养他，那够那怎么弄？高昂的缴费重担压在少数年轻人身上，退休领取的数额却受制于地方经济而偏低，属于严重老龄化重灾区。也就是说，我们先不要说这些地方了，你要记住了，老龄化越来越严重，那个地方以后养老的问题就越来越大。那在职的人少，养老的人多嘛，退休的人多。实际上北京也快了，北京现在好像是5比1还是4比1，上海是最严重的2比1。那北京我觉得很快就是越来越严重，在职的少，退休的越来越多。这个不用想。面对如此巨大的缺口与地域不平衡，如果没有上级宏观调剂，部分省份的社保赤字恐怕早已见底。财政部的数据揭示了全国统筹调剂资金跨区域以丰补欠的壮观流动，在年均2400多亿元调剂大盘中，形成了极度分化的输血与受血阵营。好，这个养老金的调剂，你看怎么调的？绝对输血者广东，2023年全国统筹净上缴中，广东一家就贡献了1158亿，占了全国总上缴额的48%。可以说啊，
网上流传的广东养了全国大半退休老人的说法，在数据上是有依据的。此外，北京上缴364亿，江苏上缴177亿，绝对的受血者就是输入的，在净下拨名单中，辽宁是844亿，黑龙江是830亿，吉林是219亿，三省合计拿走了1892亿元，占全国下拨总额的近80%。所以说，东三省的老人全国到处跑，海南、三亚、什么云南是吧？广西哪儿都有，反正人家出山海关领退休金，是不是？他的退休金是全国各地给他拨过去的，你就记住这个就行了。因为什么？刚才已经说了，人家已经达到1:1了，开始退休的越来越多，工作的少。这并非简单的谁占便宜谁占谁的便宜，这个倒也是不能简单的这么说。你比如说广东调剂。这是有理由的。广东为什么要叫你多是怎么多出来呢？这大家也知道，很多人在广东打工，打个几年，社保在那儿交了，也不知道怎么交的，单位交，反正这个人走了，你有的人还能把自己个人那个部分带走，个人的账户里，个人的部分能转走，有的人恐怕个人里没转，单位交的还在当地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安徽去了1000万人在广东打工，在那儿吭吭吭哧的，那单位就得给这1000万人交社保，那社保就交到广东去了。单位交的在广东是叫统筹账户里面，是在个人账户里面。有的人知道我现在回到安徽了，那我户口在安徽，那我可以把这个人部分还挪到安徽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在广东交的那个部分就在广东了，就是你单位交的，明白啥意思吗？那你又不在广东退休，对不对？那这钱交哪去了？所以说这个账就别那么算了，那就到处挪，你那儿就得往出调，因为广东珠三角、长三角那是大家都去打工的地方，在那儿交了大量的养老。池子里面交了那么多钱，但是花的人也不在那，花的人都走了是吧？花的人跑到安徽去了，跑到东北，在东北退是吧？所以它本来就是历史原因导致的。如果以后上班的人你在那儿打工，你就在那儿退休是吧？或者是你交的钱跟着你跑，不管是单位帮你交的还是你自己交的，都是你有个账户把它带着跑。你到了安徽，你就把你单位交的那一部分和你个人交的部分都带到安徽来了，你在安徽退休，这样全国的不要转移，就靠个人。你回哪儿，你积攒的那些东西你都带走。咱们社保是有2个账户，一个是个人交的，一个是统筹，知道吧？是单位交的，那里面是为你交的，但是那玩意儿统筹了，你也带不走。所以如果能带走就好了，带走我在哪儿退休，我这钱就带哪儿去了，也不给人家增加麻烦。但是这个有问题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又在各个地方退休水平也不一样，是吧？我在广东光能交了那么多社保，好了，我退休的时候到安徽这儿退休政策也不一样，他那个是吧？那我也吃亏，刚才不说了吗？有的地方交你就吃亏，有的地方就占便宜，是吧？所以说他这个政策也不太那么容易好办，不知道美国是怎么解决的。美国人那人总得流动，你不能让我会出生了，我就在安徽一直退休是吗？一直待在这儿吗？那他可以，他有权利的从安徽跳到上海，最后跑到云南退休了。那这个社保这个退休金怎么算？这反正这个大课题啊。实际上我一直劝咱们先说清楚，如果你没打算换绿票子走，你没打算走，你就要在这儿待着，那记住了，一定要把社保解决掉，社保、医疗这些一定要解决掉，这个是比存公行更保险，它的优先级在存公行之前，你就记住了。有好多人说，哎，怕以后入不敷出，那你都不用担心。那不是你考虑的问题。如果入不敷出，那你公行存着你就安全吗？你以为，对吧？这是国家信誉背书都解决不了，那你把放公行，你相信公行是吗？公行后面也顶多也就是国家背书嘛，明白啥意思吗？所以说你不用担心，社保应该放在存公行之前优先级，你先把社保解决了，你说还有富裕的钱存公行。当然了，有人说我现在吃饭都没钱，对吧？2个馒头加个榨菜都没钱付。那还是顾当下，没办法，是吧？你总不能被饿死了吧？这个东西是吧？如果你说我现在手上还有钱，那你先去解决社保。如果社保解决完了，你再存公行，一定要搞清楚了。我在5年前是吧，就一直反复宣传，不要听网上东一嘴西一嘴的说大窟窿以后发不了了，这样那样的，不要扯。还有人说，还有大聪明说，那我存银行，我靠利息是不是？我存多少钱利息？那没用，因为银行是有利息，利息不光高低是有。但是社保到时候退休金，它会按通胀算的，它每年的涨。你看胡锡进老师每年涨2个点、3个点，你这个月是2万，明年这个月它就变成2万600了，大家明白啥意思吗？
后年变成21200了，它在涨，这就是退休金。这是我今天咱们就大概介绍一下咱们收入情况，大家了解了收入情况和养老的一个现状。总体上，我们现在收入是在降，中位数它在降嘛。虽然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涨，但是中位数在降，那没办法。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觉得体感比较差？这第二个，这养老有顾虑，有担忧，因为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但是你要不上这趟车，你说我自己解决，我存银行，那你以后恐怕很惨。为什么说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现在灵活就业的越来越多，不能回避了。3.2亿，灵活就业里面有多少人交社保？有人交，但是有很多人不交。灵活就业，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这个话题。我是建议，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灵活就业了，想办法要交，除非你说我饭都吃不起了，那你可以缓，可以暂不考虑。但是你只要手上还有余钱，一定要把社保先解决，千万不要放糊涂。那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也知道找工作该在哪儿找，对不对？退休选择在哪儿退，有条件能规划，你应该规划到哪儿去。当然了，你说你已经下定决心是吧？要换绿票子，远走高飞了，那是另当别论。不是所有人都能走，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